首先，我哋今日要嚟介紹呢3種適合新手種嘅食蟲植物。咁第一種呢，就係寶特瓶豬籠草，就可以好容易喺唔同環境都可以種到好巨型。咁佢嘅特色就係呢塊葉係心形，但係啲籠呢就偏向硬質地。咁而第二隻呢，適合新手種嘅豬籠草就係葫蘆盧氏。佢個豬籠就好紅嘅，又唔會怕凍同埋怕熱，可以好輕易咁喺一啲算係光暗冇咁多嘅環境都種到，亦都可以呢種到好大棵嘅。咁而最後呢，就係最後一隻適合新手種嘅豬籠草就係葫蘆豬籠草，就應該好多有種過豬籠草嘅人都會知，就可以生好多汁啊，同埋完全唔會怕熱同怕凍，都係可以好容易就變到好大棵。